多多指教。哪敢哪敢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曾少侠，我峨眉派前来讨教。曾少侠，你血抢功，不能再相让了。曾少侠，你千万要当心那老贼你的倚天剑呐！兄弟记住，千万不能停留半步啊！对，多谢各前辈指点。晚辈不是师太的对手，也不想和师太对决，而且曾经师太也放过明教的教众，今天还请师太手下留情。五行旗的重贼是你救的吧？你不知道，灭绝师太手下绝不饶人。今天你要守得住3剑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老贼弟，有本事你就别用倚天剑，不用宝剑，恐怕你连3招都过不去。对呀，对呀，有本事别用宝剑，不要用剑，用倚天剑，对，一招都过不去。你眼看师傅受那小子急攻，你手中有剑却站着不动，只怕是你希望这小子打赢了师傅吧？不是，芷若，你敢欺师灭祖吗？师傅，我不是。芷若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快把我放开！啊！
了他！杀了他，师妹！杀了他！师妹，周芷若，杀了他！你怎么连师父的话也不听了？看来你真的要欺师灭祖！今日我峨眉派已经落败，你若活着，那今天这笔账，日后再算。爹，各位师叔，让孩儿去料理他吧。不成，我们寻你出手，跟我们亲自出手，没什么区别。二哥，以小弟之见，大局为重，我们五兄弟的名声为轻。四哥，名声乃身外之物。只是如此对付一个重伤少年，良心难安呐。爹，今日之事，我武当派已然尽力。想是魔教气数尽，上天生下这个奇怪少年，拯救魔教。如果我们现在乘人之危，那么名门正派和魔教又有何区别？爸爸说的是，咱们即日回山，请师父指点。日后咱们卷土重来。待这位少年恢复之后，再决胜负。六弟，姓曾的，和你无怨无仇，今日伤你，我殷离亭枉称这侠义二字。可是那杨潇和我有深仇大恨，我非杀他不可。你让开！代教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不会让你杀明教一个人。好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